為了疏解南科交通，台南北外環道路第2期東段上緊明年底地當完工。雖然沿線反對的居民也造成自救會持續抗爭，不過市府表示第4期工程的開闢規劃無變。對處議員蔡綜合關心的是，疏解北區大港等4里佇水關前的文坑抽水站到底到要拆？要求若要拆，新的一定要先起好，抽水功能嘛積極維持，讓民眾安心。我們如果往它的功能性來講，站在我們是那邊的居民的話，最怕的就是淹水而已。當然，所以我認為你現在有去找新的土地要去做變更，好，那可以做備案，這我也沒有反對，好，我覺得也是一個方式。但是你要讓民眾能夠安心的是說，我從 A 原本的地方換到 B 地之後，第一，我的數值能夠像現在一樣，1秒鐘可以，這就是它的 CMS 值啊。我覺得是吧，水利局長。就假設啦，假設如果假設什么？如果你水利的問題、防水問題不能假設，一定要比它還要大的處理。掌聲鼓勵，就是要聽你這句話，要比它原本就應該要這樣子做。那比它原本還要怎麼做？你有去做研究嗎？這個我沒有辦法。現階段是每秒抽16噸了，未來也不能少於16噸。大家講得很開心啦，要評估的東西很多啦。會中根據市府跨局處回應，水利局已經先預估拆遷徵收的8.3億預算，以及都發局的土地變更攏先傳好勢。不過因為該案牽涉到交通甲水利等需要全盤考量，到底到要拆，干務局長話嘛唔敢講白。當然上好的就是像市長所講的兩全其美。台南新聞軍籍張碩維採訪報道。